俾啲聲我得唔得啊？扎根於1990，一直堅持用心聆聽，秉承住一份真情，傳遞出一份真情，堅守使命，冇諗過叫停，隆重介紹呢度係慧靈，為人洞察每一份需求，細緻了解每一個因由，需要呵護嘅心靈，會感受得到呢股暖流。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揾啱路就一定行得通，社區服務個案評估，幫助少少願我升空，世界應該充滿包容，去接受各種不同，有你有我有情有義有血有肉有心有夢。Say 慧靈慧靈，呢邊俾聲我得唔得？呢邊上邊全部一齊。無論呢個社會點變，都總要保留一面，用慧靈嘅精神回饋大眾，人人沐浴喺豔陽天。聲呢？Say 慧靈慧靈。準備你下一次咯喎！只要得到支持，就可以活出精彩嘅一次。慧靈幫你發掘出無限潛能，創造意義。Say 慧靈慧靈。第一次 ，Say 慧靈慧靈。誰頭上亦有晴空，有天都終可飛縱。Thank you。姐妹相生。